看转来到咱台湾，高雄第二间动物园伫第内门，今日开始试营运，是以价开发动物优先做主要。也初期若要去爱先预约，毋过票价是比寿山动物园贵10倍，也交通阁无方便，这就引起讨论。也市府这边是回应讲，内门动物园是民间厂商落去整建，爱担成本，所以这个票才会较贵。 趁市营运头一天，家长带囡仔来参观高雄第二间动物园野心动物学校，囡仔一直伫算现场看到的动物。绵羊，还有嘞，马，你觉得这些好玩吗？好玩。会当真近看细只腊里，也个问世的生活习性，民众感觉真特别。园区是伫指定市，庙方同意市政府以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得到土地，当年敢若收1块租金，以内门自然环境做基础，规划动物主题课程。 不过票价甲寿山动物园比起来较贵，以一般大人的票价，内门动物园爱399，寿山动物园敢若40，差10倍。个内门离市区较远，大众运输嘛无方便，伫网络引起袂少讨论。周遭怎么景点都没有啊，吃的也偏少啦。对啊，所以以它这种价位的话，我会觉得可能要再考虑一下。它的场地蛮大的，然后布置的就是还不错。那这样的票价你可以接受？我觉得是可以的。 对，就是带小朋友有新的不同体验呐。市政府回应，票价是因为促进民间参与方式，由厂商投入整建资金，也个后续动物的照顾成本爱家己负担，无亲像寿山动物园当年由政府经费补助。 其支出成本包含了设施整建、动物照养、设施维护以及人力等成本，票价反映市场化营运的价值。 新园区为单桥担任市长时代的规划，初期可望吸引真侪观光的人阵，顶望5望日都会当持续落去，会当真正带动当地产业也甲观光产值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